中東有石油，中國有稀土，中國掌控全球稀土供應鏈嘅命脈。近月限制稀土出口嘅措施，直接打擊美國高科技同國防產業。呢場資源戰將會點樣影響全球經濟格局？稀土概念股嘅走勢又會點呢？大家好，我係節目主持 Yumi， 歡迎收睇小虎資訊情報科。稀土係17種特殊金屬元素嘅統稱，佢哋分布分散，開採同提煉嘅難度都偏高，被譽為工業黃金，因為佢哋係現代高科技產業不可或缺嘅原材料。從智能手機到電動車、戰機到導彈，稀土元素都無處不在㗎。稀土行業包括上游礦山開採、中游稀土分離同提煉，下游係高端應用。中國壟斷咗行業嘅上游同中游產業鏈，從礦石到成品一條龍，而且提煉技術領先，具有顯著嘅成本優勢。美國地質調查局嘅數據顯示，中國佔全球稀土開採量嘅69%，而美國只係佔1/3，澳洲就佔1/1，所以美國嘅稀土進口依賴中國。受制於技術同成本，美國短期之內都難以實現自給自足。中國嘅出口管制可能導致美國軍工生產延遲，凸顯咗稀土喺全球供應鏈之中嘅戰略地位。當前局勢有3大引爆點㗎。第一，中國反制美國關稅戰。中國技術管制升級，限制稀土提煉技術出口，尤其係高純度稀土分離技術，而且削減咗出口配額，直接影響美國國防同科技業。第二，全球搶救。日本、歐盟緊急尋找替代嘅來源，但係成本就顯著上升。第三，價格波動，稀土價格飆升，進一步推高科技製造嘅成本。對於投資者嚟講，稀土行業嘅變動既係風險，亦都係機遇。進攻嘅策略就係聚焦中國稀土龍頭企業。呢啲企業擁有從開採到加工嘅完整產業鏈，能夠直接受益於價格上升同埋政策支持。同時可以關注海外嘅潛力股，例如係澳洲稀土生產商，留意下會唔會有技術突破。至於防守嘅策略，警惕住政策嘅風險，中國可能隨時調整出口配額。投資者要密切關注中美貿易嘅談判進展，尤其係稀土嘅議題。今集節目就嚟到呢度啦，記得 like 同埋訂閱我哋老虎證券嘅 YouTube channel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